俺は逃げねえ。俺は捨てねえ。俺の中の全部の力よ、集まってくれ。二度と撃てなくなってもいい。くたばっても構わねえ。ありったけの力でこの一発を撃ちてえんだ。食らいやがれレイガー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識條鐵達文西，今期為大家介紹嘅玩具係萬代 SHF 普範優座，係 SHF 第一款悠遊白書系列可動手辦，發售於2024年9月，官方售價為8251元。配件方面，以萬代嘅稀妙性算係豐富㗎啦，有4個替換面同3對另一隻替換手型。其中一對寧遠手型係命運配件，有一個替換髮型，一共2個髮型，一個打咗髮蠟油令適合打交用，另一個適合同女友鴛鴦汽水，再乘以5個面型，可以擺出10個唔同造型，仲有一個手指集氣寧遠特效，同埋一個發射寧遠特效同附屬支架，最後仲有一隻靈界獸小波添，企向優座個頭都冇難度。優座依個造型出自悠遊白書黑暗武術大會編進入白壇賽嘅裝束。優座從最初嘅靈界偵探仔，經歷過一系列事件同鍛鍊之後，認識咗班死黨桑原飛影同壯馬，為咗守護人界唔俾魔界擴張，連同幻海師傅一同組隊參賽，先後打敗過最強一就受人控制嘅靈力3人組元兩灰，飛嚟飛去嘅陣，最終戰對脫顱魚女帝隊，壯馬對戰鴉展現妖活實力，飛影對戰無威必殺黑龍波，桑原對戰護魚女輕覺醒次元劍，優座決戰護魚女帝，護魚女帝算到閪咁，成日雙手插袋同大黑超，一手打鳩飛個黐線大佬，殺咗前女友幻海之後，仲爆埋個100%全態，打到優座飛埋牆爆晒3生無可戀，一樣嘅配方不一樣嘅味道。護魚女帝為咗激發優座爆發潛能，多次放波飛去女友親屬團，好彩小波作為優座分身保護有力，終於優座忍無可忍，一手捉住護魚女帝，然後出盡力咁兜頭溝咗過去，護魚女即刻飛鳩咗幾10米遠，最後優座再嚟一個超級大寧遠，成個勁大波飛過去，護魚女帝接都接唔住，當場宣布入土為安。SHF 100% 護魚女帝喺1-2個月前已經發售咗，仲有還原2人互打面場景，多點幾個讚，等我買過翻嚟同大家分享下啦。講翻玩具先，造型還原度極高，2個髮型都冇崩我俾4粒星。塗裝方面有個大問題，件衫嘅色同短袖嘅色差明顯，其他都冇特別上色，有3粒星。可動方面相當唔錯，有咩衫褲盔甲阻擋有4粒星。入手價目前處於不到300蚊位置，應該仲可以別見我俾3粒星。可玩到今次配件唔錯，仲有最新嘅100%護魚女帝，相信爆3優座和魔法優座都唔遠。可玩到我俾4粒星，綜合收藏指數嚟睇4粒星啦。好啦，本期評測收工啦，希望各位大佬中意啦。有什麼意見建議歡迎留言，求大佬們一鍵3連。我係你的識條鐵達文西，拜拜。